观众朋友，早早欢迎收看公视第一台早起新闻，我是蔡有欣。好，观众朋友来看，台铁北回线因为大水雨断电2摆，已经抢修好势。昨透早双向恢复正常通车，不过经过中岛到河林这段呢，火车咧行的速度是有放慢。另外，因为受到方便通过节影响，中部以北的天气是变真无稳定哦。台北坐稳淡水信义线，就因为雨落上过粗，地势车厢来进水。旅客你看我，我看你，唔知要安怎？原定要对金门培养台中，因为大雨，台中机场一度关起来。班机伫早起11:50飞到平湖。感觉蛮差的，因为这边看起来也没有人接待，都没有。对。立命航空讲，基于安全的考虑，转港平湖机场完成保有停驶。等天气一个好，请旅客重新登机培养台中，因为不可抗力因素造成延误，感觉真失礼。先去翕到车厢地板积水，台北捷运淡水信义线一时落大雨，造成雨水泼入去车厢。班捷派出清洁人员成立，同时调整下一班列车停伫较无风这边的月台，下建议设置挡板也是洒水设施。气象署提醒，拜六开始方面通过随对流移入，中部以北天气无稳定。24小时内，台中丰原落雨量已经超过130毫米。拜三下半天，会有一波方面报道，影响到5日节假期头一天。第二波的封面将会在下周3的下午逐渐报道，并且在29号的时候，整体雨势将会是最明显的一天。不过庆幸的事情是，这波封面是会移动的，它是有移动的性质，并不会滞留在台湾太久。另外，伫5月18甲20，分别受到落大雨影响，长期的台铁北回线河林到崇德中间，拜六透早恢复双向正常通车。不过，经过崇德河林中间，风区段慢慢啊开，尤其是大清水桥路段，因为评估是高风险，降速到20公里，慢慢啊行。就先说的目的，就司机人看到，他一定有办法停住，就能够停在桥梁之外了。方面一直线咧来，台铁讲既有的过境系统一旦气候达到标准，就会通报现况中心启动有警性停开。记者综合报道。今日报纸有看什么新闻？咱做来看。首先，咱来看《中国时报》。资料中心甲人工智慧快速发展，带动电力的需求大增加。美国总统川普签4项行政命令，计划伫未来25天内，甲美国国内的核电产量提悬4倍。所以来看《自由时报》，今年香蕉甲芭乐是规定肥哦，民众买袂落去。农粮署表示讲，是受到去年风台甲今年寒流的影响，真济季节拢收无，会扩大推动芒仔色来种植，稳定产量。上尾来看《联合报》，即马有袂少间航空公司欠技术，为着要甲人保护到，交通部预告讲要甲民航运输驾驶员申请检定的年岁，对23岁改落来到21岁，嘛甲这岁的技术即个限制来放领，毋过袂使超过65岁。好来看台北中正区有一台轿车启动几那台车，也警方表示讲，赛车掠事的是一个78岁无驾照的驾驶。台北市交通局是谴责讲，这款无驾照佮赛车的行为，也针对高龄驾驶的交通意外，有民间团体认为讲，这回毋是重点，重点是社会无提供好在无适合赛车、无适合骑车的人，有利便佮负担会起的交通工具。行车记录器翕到，弄红灯的轿车一路直浪，弄到小客车甲公车，也佮扫到汽车甲行人，造成8人受伤。惹事的姓区驾驶家属表示，伊有国际驾照，警方调查78岁姓区驾驶无台湾驾照，确认是无照驾驶。因为很难罚，可是如果看到远远有一台车比较快，就会稍微先不要过去吧，因为上次也有遇到过。我常常这边走，这里很 OK， 很安全，没有问题。实际登去案发现场，人车来来去去，未少过路人拢表示，当地号志甲道路设计无问题，无守交通规则，出代志实在互人烦恼。北市交通局向中央发声，爱告守法，但凡无照驾驶行为，因为无照就代表无正确观念甲技术，无资格领到上路，目前无照驾驶罚款，相关代票2万4，显然无法度引起黑件效果。法则上，我们的主张说，不是只有一个罚款，而且它的额度
不是那么的低，刑法上它有点列出是蓄意杀人，因为他并不是一个合格的驾驶者。对于最近连续发生高龄者赛车事故，乡亲团体指出，乡亲大家未是单一群体造成，是系统性问题。面临少子化甲高龄考验的台湾，要有更加安全、会当负担的交通工具，互民众来选择。问题并不在于高龄驾驶，而是这个社会并没有提供不想开车、不能开车、不需要开车的人其他更安全、更便利、可负担的运输模式。行政令死亡推动天令有计伫25行政街路游行进前，呼吁驾照管理要包括回分分级换照三大面向。因为交通部20公布的高龄换照制度真不足，另外也要求中央要重视交通工程改善，让事故发生的时伤亡更加上低。公司新闻采访报道。也伫咧南投市有一个50多岁驾驶驶轿车撞到路边的车以后，佮驶向前撞到一台电动的自行车。警察表示讲，这个驾驶是无驾照驶车，那安尼是安怎驶车会来失去控制？这个原因要来调查。敢是去翕到一个骑奥多麦的人停落来讲电话，后壁一台车开真紧，无减速度撞到电火条啊！这骑车的人听到声音，赶紧跳开才闪过，加在只是切着伤。也伫这进前，这台车伫前一个路口就先去撞到另外一台小客车咯。在车上是有点发抖的状况，都续了，不知道什么原因。造成事故，这台车车头拢冒落去，安全架不也别开，撞到时阵真大声，也互军的点头，甲过路人惊一个。当时这4、5开车的人，戆戆坐伫车顶，已经无度讲话。23暗晡5点外，南投市区的中南路甲一片路口发生这事故，消防局接报了后，赶紧甲轰撞到这个骑车的人，甲这4、5开车的人送病院。那初步判断的话，驾驶他应该是身体不适，而且他精神不济。那我们就帮他，而且怀疑他可能有血糖低的问题，所以我们就帮他验血糖。事发的所在边啊，就是一间国小，当时学生囡仔拢已经放学啊。因过事发当时，佫是下班时间，加在无影响到更加侪人车。警方讲初步排除这10人啉酒开车。突感身体不适，擦撞路边停放之自小客车后，往前追撞阮姓移工，临停之微型电动2轮车。经对驾驶实施酒测，初步排除酒后驾车行为。相关肇事原因交由后续警方厘清。这个开车的人也家属讲，这10人最近报告身体无爽快，无想到开车出门就出意外。警方讲，等伊恢复了后，继续笔录，进一步来调查造成事故原因。记者综合报道。国民党甲民众党伫咧立法院合作通过反对废死刑，甲核电3厂要继续判公道。也中选会是用无下这个公道法的规定来否决反对废死刑的公道。也那核电3厂敢要继续判的这个公道呢，是打算伫咧8月23来举办。也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就批评中选会讲，甲人民反对废死刑的权利收倒转去。也立法院民进党团干事长吴思瑶是反过那白，讲这提案反对废死刑是诈骗。立法院国民党团、民众党团联手通过反废死核三延续公道，并公道800遍，交予中选会办理。23结果出来，中选会否决反废死公道，理由是无符合公道法规定，真歹办理。另外，核三延续公道符合重大政策的创制，也是否决规定，会伫8月23办理投票。国民党主席朱立伦立时批评中选会是民主的杀手。中选会真的是民主的杀手，民进党一希望他们的民主就是民进党做主，由民进党来决定大家人民有没有公投的权利，有没有表达意见的权利。并不令人意外，再也又开始联手斗臭中选会了。只要不合你们的意，就将别人贴上政治的标签，将中选会抹成绿营的侧翼。蓝白到底要有多巨婴呢？朱立伦指控民进党连人民反废死的权利拢无，吴思瑶反击，记台湾无废死，那边的反废死公道只是一场诈骗。另外，民众党团主导提出的核三延续公道，民党馆长周春美表达反对立场。
其核酸杂七加毒药，那边就真紧提案要延役20年，欠讨论爱尊重屏东人。请尊重屏东人，长期已经40年在核酸的影响威胁之下，已经除役了，还要再走回头路吗？他也可以投下反对票。那我相信屏东有很多乡亲，特别是立法院在办公听会的时候，也表达了跟周春米县长完全不一样的看法。周春米强调，核酸袂当行回头路，不过唱回应尊重周春米表达意见的自由，每一个人拢有投票权，透过民主机制做出重大公共政策决定。公视新闻采访报道。观众朋友，咱来看国际消息。哈佛大学结合美国国土安全部撤销收这个外国学生的权利，也咱教育部估计受到影响的台湾学生大约是52人。教育部表示讲咱台湾的学生若无法度伫咧哈佛大学顺利完成学业，会当倒转来到台湾继续学习。也即马上新的进度是讲，哈佛大学对政府提起诉讼，法官裁定暂停这个禁令。也伫哈佛大学读册的咱的台湾学生是表示讲，保证敢若会当听学校的建议，看后一步要安怎做。哈佛大学接受外国学生的权利，互当局撤销。若国际生停招现有的国际生爱转学，若无失去留美身份，互校方内我276,800名国际生感觉焦虑甲不安。For many others who fought for years, who saved every dollar, who secured the scholarship and funding, who finally convinced their families and employers to be allowed to go there, and now they cannot enter. For them, it's really bad because it is a dream that turned into a nightmare. 咱国教育部估计，大约52名伫哈佛读册，甲伫要去读册的台湾学生受影响。法学院硕士班大生三年讲，虽然后礼拜要毕业，毋过毕业了后的实习机会恐惊受影响。你毕业之后1到3年的这个 OPT 等于挂在学校的这个名下，所以如果说今天学校接待学生的这个资格被取消的话，那这个 OPT 的这些学生他的资格其实也会受到影响。哈佛大学校长 Aaron Garber 23对全校师生发出公开批表示，学校向麻州波士顿联邦法院对政府提起诉讼，法官裁定政府撤销决定暂时无法律效力，有计29举行听证会，以确定敢是爱延长临时命令。至少这个暂时禁制令还没有发布之前的话，我们当然就是会担心说自己的在这边的合法的地位是什么，旅游啊，不管是在国内的这个交通，或者是说有些同学他们有到国外，然后要再回来，这个其实都是很多大家的担心。三地公目前只会当听学校的建议，看后一步安怎做。伫台湾意向甲哈佛大学有真侪合作关系的台大表示，欢迎哈佛学生到台大来读册。他们可以用访问学生的模式随班就读。那未来如果发展成为双联学位共同指导，我们也都乐观其成。台大国际长王浩辉指出，过去香港反送中甲新冠疫情时期，拢有紧急专案的处理经验，无论是台湾学生还是外国学生，拢会予因上大的照顾。公视新闻采访报道。美国副总统范斯伫咧5月23表示讲，过去美国用国防维持盟邦关系来交换国家建设，就算讲甲美国利益无啥物牵连，美国嘛会投入去介入外国的事务。不过即马范斯强调讲，美国袂阁再插手无着不明的军事任务，嘛袂阁参与无限制的冲突的现实，来保护美国的国家利益。8以海军陆战队军官身份伫伊拉克战场服役的美国副总统范斯，23出席位伫马里兰州的美国海军学院毕业典礼，并且发表演说。伊对现场1000多名即要以社会军阶到世界各地任职的毕业生指出，过去一切拢由美国主导的时代已经结束啊！即阵中国、罗西亚也有其他国家，拢决心要伫各方面来打败美国。In the wake of the Cold War, America enjoyed a mostly unchallenged command of the commons, airspace, sea, space, and cyberspace. But the era of uncontested U.S. dominance is over. Today we face serious threats in China, Russia, and other nations determined to beat us in every single domain. 范斯讲，过去长久以来，美国以国防甲盟邦关系维持来交换国家的建设，甲介入外国事务。就算遐国家甲美国的核心利益无啥物关联，
伊指出，川普政府未去投入目的不明的军事任务，也未去再参与无限制冲突。美国会转来到以现实为本的战略，保护核心的国家利益。Now, this doesn't mean that we ignore threats, but it means that we approach them with discipline, and that when we send you to war, we do it with a very specific set of goals in mind. 以川普政府的头一场军事行动空袭也门叛军青年运动为例，指出目标就是为了确保美国船只航行的自由。凡是讲伫川普的领导下，美国对手拢知影讲，只要美国设下红线就会执行，而且美国拥有全世界上过先进的部队、武器甲人才。公视新闻王慧文编译。好，看转来到咱台湾，台湾甲法国62个学生囡仔挑战驶帆船。这个帆船哦是对淡水驶到高雄港哦。4个国海院的研究员带这个囡仔伫咧船顶体验上界直接的海洋教育，嘛促进台湾甲法国的学生互相来交流。航行过程中收集的海中废物，学生制作成一包一包回族，虽然真水，也带来海洋污染的信息。有的时候虽然我们肉眼看不到，可是呢，只要我们就是有用仪器去看，你就会发现，其实看似干净的海水，其实里面都是有很多垃圾。延续2020年1500公里环台首航，2024年跳到航行精神。今年伫海委会甲国海院的协助，小胖手搁一摆启航，因为拄到法国国家海洋年，台北欧洲学校法国部、台北法国实验教育机构的法国学生也共同参与。甲主要测绘的宜兰、嘉明国中小、参平湖文光国小、高雄山尾国小甲北市和平实验国小，有62位学生进行6日380公里的航海挑战。从来都就是没有想过会去跟法国的，就是年龄相仿的同学去做交流，就是增进文化交流以及语言能力这样。为淡水出发，顺利登到高雄港，行政院长杜永泰亲自到场迎接。国海院4位研究人员随行，甲学生同齐执行塑胶微粒收集、海洋分载现象甲海中废物收集等教学。我们小时候也都当过学生，那就是如果只是看到这些科学数据什么的，就可能会觉得非常的无趣。那如果透过实验啊，或者他们直接动手做，直接在海上操作，那这些都可以让他们可能印象更加的深刻。我们要关心海洋，了解海洋，我们要透过比较科学的方法来做调查，到底海洋发生了什么问题，然后我们可以用什么样的行动，能够一起来解决这些的问题。发起这座航行的黄敬言校长认为，海洋对台湾来讲，不仅是屏障，行出教室的海洋教育，更加是学生行向世界通道。公视新闻采访报道。白色恐怖这个时期是40几年，政治威权的迫害到今也是济人心肝底痛。转型正义的工作，伫这几年点伫咧学校有加深。一阵来自无同款学校的老师甲学生，到规划人权展览，希望透过无同款的人权事件，互愈侪人来了解民主的重要性。用一件搁一件立体的美术作品来呈现无同地区的白色恐怖事件，比如过一生的查某囝高菊花，和国民政府强逼出袂饱体服务高官。暨南大学的学生用一张大树做主视角，树仔顶有几若蕊感时的目睭，伫石头下底地的拢是高菊花心肝顶的痛苦。针对最近立法院甲5月19白色恐怖记一直提调，有学生认为人权受迫害的历史袂当放袂记。这样物件你唔知影，你就袂去想要知影，袂知影讲因过去发生过啥物代志。所以我感觉对我来讲，阮就是要继续讲，伊愈歹互阮讲的，阮就爱继续讲，互更较侪人知影这个物件。也有高中生受到公民社会课的启发，了解到台北机场发生过的白色恐怖事件，用拍底片收集史料、含铁路工人的文学作品来规划展览。是无应该，就敢若咱上课时阵讲到这个物件尔，咱应该搁去了解，就是背后有啥物会变成安尼，就是因为我感觉是过去的代志去变成咱即卖这社会这时代。这个展览就合作 Action， 有北中南的5间大学和3间台北的高中职stud生共同参与，来规划看校的人权转译展展。这些stud生共同去找找整理和在地白色恐怖有关的历史，用绘本、地图，也有艺术作品等等的方式来呈现。这挖掘在地历史运动包含了除了咱的校园以外，咱还会包含到后续会跟国际社群连结。未来咱台湾在少年人安怎去对待历史的规定，会使和国际的其他国家的少年会使去做对话。
白色恐怖事件也是真侪人心肝顶的空喙。苏生团队认为，这个故事和转型正义的工课要继续拼落去，才通互民主的价值继续伫咧公民社会探紧。团队表示，目前这个展览伫咧台北的台湾当代文化实验场，后续6月中卖山到高雄去展出。记者卢尚如立约开台北报道。好，历史袂当干那伫咧课本、伫咧教，嘛要进入生活来去思考。乐和基金会逐档都会举办乐和文学音乐节，用音乐来唱出乐和追求自由民主、为正义发声的精神。乐和纪念馆到今已经成立30档，基金会是特别举办音乐会甲展览，来了解历史的演变。300担真风带我来这，我也可是一个囡仔。用音乐唱出对土地关怀，要来纪念新文学之父赖和。赖和基金会为2010年开始巡回举办文学音乐会，推广赖和追求公平正义的精神。今年是赖和纪念馆成立满30年的日子，音乐会嘛特别办伫纪念馆。会使透过音乐、透过影像的方式去互人了解讲，其实阮想要表达的这个议题，阮的看法是啥？其实这是上重要的。伊就是用写实主义去写伊的作品，所以内底有伊的反抗精神甲不屈的一个想法。这是一个台湾文学的基本啦，就是因为这个理念，大家共同做伙拍拼的感觉是袂歹的。今年的赖和文学音乐会，阁有安排展览活动，有1920年代市仔尾赖和医馆，到即阵的赖和纪念馆，一张一张的老相片，记录何阿先行医救人、写作抵抗殖民统治的生活。即届伫即个纪念馆遮用一寡赖和医馆的即个相片，甲家属，伫即个赖和医馆第2馆的生活的相片做一个纪念。赖和基金会表示，赖和这个名过去有一段时间是禁区，无人敢提起。因逐年办文学音乐会、嘛有文学行达、学生文学奖侪活动，希望大家用多元的方式熟悉赖和，继续传承赖和关怀社会、追求自由平等的精神。记者杨淑静综合报道。观众朋友，气象署针对高雄山区发布大水豪特报，高雄、屏东落大雨，也让观众朋友出门在外爱注意哦，注意雷公闪呐，也一个风势浸透，溪水有涨起来的风险，也山区爱细泥土石落落来，甚至讲水崩山。咱再来关心今日各地头的天气。北部地区21度至24度。中部地区21度至27度，南部地区23度至31度，东部这边22度至28度，外岛地区22度至27度。咱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日的早起新闻，我是曹武欣，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再会。